喂，你睇到未啊？大阪啊，係大阪啊！今次唔係講笑㗎，B 公司真係又請我哋去日本旅行啦，唔係淨係去旅行咁簡單，係可以證明俾大家睇你嘅努力值回票價。最重要喺旅行裡面係同咩人一齊去旅行？只要2026年8月到2027年1月喺呢6個月期間，我哋就可以挑戰呢一個日本之旅啦！有冇諗過下年喺呢個時候已經喺呢一條日本嘅街道啱啱咬住第一啖嘅章魚燒，又或者企喺環球影城嘅地球前邊影一張你從來冇影過嘅咁靚嘅照片？哇！呢個感覺係用錢都買唔到㗎，不過一定要用堅持嚟換嘅。你問我點樣可以去到呢？依家開始每一步都係鋪緊去大阪之路，目標突破，堅持到底。BE Lifestyle 從來唔係一個講字，大阪等緊你同我，你會唔會做呢個 B 嘅勇士？留言話俾我知啦！